喂，大家好啊，我係阿明啊。依家咧嘅香港人咧上深圳上多咗啊，咁啊有一注資金嘅人咧就開始諗啦。喂，有錢咧係買深圳樓好啊，定係買香港樓好咧？嗱，呢部分人嘅考量係咧，香港係生存啊，深圳係生活吓。佢哋咧可能咧已經步入咗退休年齡噶啦，咁啊諗法係咧，喂，香港樓太貴啊，唔值得咧買嚟自己用。咁啊，同一筆錢咧，深圳咧可以買更加大、更加舒服，而且咧難聽啲講句啊，佢哋咧淨係對深圳嘅環境咧瘋狂上頭之中嘅，咩心智咧有少少迷失，咁啊冇辦法咧去判斷一間樓嘅價值嘅。咁同等價錢嘅房產啊，客觀上嘅價值啊，其實係香港好啊，定係深圳好咧？首先熟我嘅兄弟啦，都知依家嘅我咧就一定係淡友嚟嘅。咁我啊，兩地嘅樓市都完全唔睇好嘅，咁係反對咧樓市會帶嚟賺錢同埋發達嘅機會嘅。嗱，呢啲咧大家 FF 下就好啦。依家嘅樓市咧，如果你以新樓嘅價格去入手咧，我只想講咧，可能咧連保值都做唔到。大陸內房咧就更加，每年咧平均咧都係以5%去貶值嘅。嗱，呢啲啊唔係我斷鳩估㗎，而係咧依家大陸賣樓嘅時候咧，你房管局咧同埋地稅部門啦，佢計你嘅個人所得稅或者係增值稅咧，係可以咧用每年咧去折舊5%咧去抵扣你嗰個課稅金額嘅。所以咧，我係絕對唔睇好，亦都係反對咧樓市不滅神話呢個不切實際、愚民嘅幻想嚟嘅。但係我明白咧，買樓咧對中國人嚟講咧係重要事啦，咁啊關乎咧有自己地方歸屬嘅呢個心態。始終咧衰極咧樓都係同車唔同啊，咁亦都係會有回報率嘅。咁畢竟咧人咧係需要居住嘅，所以依家咧都係對比一下啦。咁啊係喺個買賣市場啦、出租回報率上面啊，同埋喺自用價值上啦。咁啊正常咧個市場係點樣選擇嘅咧？深圳樓咧涉及嘅區域咧就實在太多啦，所以咧我就拎全市嗰個平均普遍商品房個純住宅小區嘅單價嚟講啦，咁就大約咧係5萬蚊一個平方米啦。嗱，唔講深圳嘅關外，咁啊淨係講關內啦。而供應咧叫做配套最齊全嘅，亦都唔會太舊嘅 CBD， 即係商業集中區域啦。咁就講福田啦。福田咧 CBD 咁即係咧福田站附近咧幾公里商廈林立嘅區域之內啦。咁佢咧嗰啲房源咧個掛盤價咧就大約係7萬至到9萬每個平方米啊。咁議價率咧就普遍咧係會低過呢個數，即係個成交啊係會低過呢個數嘅1成幾嘅。而福田咧關口樓啊，就大概佢個房源咧，放盤咧就掛緊咧係5萬至6萬每個平方米嘅。咁佢嘅同樣啦，佢嘅議價率咧，即係普遍個成交價啦，就會低過呢個數嘅10到15% 嘅吓。而香港咧新界、大西北同北區啊，二手實用尺價咧就大約係9000至到15000區間之內嘅，咁視乎新舊。北區咧就上水中心啊、名都呢啲啦，咁1萬至到13000啦，成交尺價啦。西北屯門咧就9000至到15000都有嘅成交尺價吓。咁有屯門市廣場呢啲啊，咁成交尺價大約1萬到啦。龍門啊同埋 Lofoland 呢啲咧就貴啲啦，咁可能咧就14000左右吓。元朗咧就元朗廣場上月呢啲9000至1萬嘅成交尺價吓。咁大型嘅YOHO 系列咧就15000去到17000噶啦，15000至17000噶啦，呢個成交尺價噶啦吓。咁總括嚟講咧，其實大致上啦，福田嘅平均價格啦就係大西北同埋北區樓價嘅1半左右啦。咁就咁睇啊，唔通就覺得福田嘅潛力價值就好得過香港咩？完全唔撚係啊！我哋先睇總價同埋租值啊。大陸咧就計建面嘅，即係建築面積。咁得房率咧就大概平均係7到8啦。咁即係建築面積100平方米嘅，咁大約咧實用個面積咧就係7至80平方米嘅啫。福田啦就拎福田中心咧嗰個黃埔亞苑嚟講啦吓，
咁啊叫做租值唔錯嘅小區，咁嚟睇啊。嗱，107平嘅3房啊，咁啊賣緊咧就800幾萬嘅，咁出租咧都係1萬至到12000左右嘅啫。嗱，睇下裝修同埋家私齊唔齊嘅，咁仲要咧呢個價其實唔係太好租嘅。嗱，回報率啦，出租年回報率咧就1厘多少少嘅啫。嗱，同樣咧係福田中心嘅黃州花園吓，咁咧3房2廳94平啊，咁都賣成500萬嘅。咁你出租咧每個月出租咧都係6-7千蚊左右嘅啫。嗱，華景花園啊有一個3房咧就97平，咁又係賣咧差唔多500個嘅，500萬嘅。咁啊月出租咧都係7000零蚊左右嘅啫。咁啊一樣回報率咧都係厘幾嘅啫，1厘幾嘅啫。嗱，同一筆資金我當唔好話多啦，咁啊有400幾萬嚟預算啦。嗱，買北區上水中心威尼斯花園，又或者係咧粉嶺咧碧湖花園啊，咁樣4球以內咧可以買到咧實用面積嘅實尺啦，300幾400尺嘅2房噶啦。咁咧租金咧每個月咧就有11000至12000左右啦。嗱，管理費就千零蚊啦，咁啊差餉地租咧每次咧就可能2000幾啦，咁啊圍翻每個月啦800幾，咁我當1000齊頭好計啦。我都有成9000幾啊，咁啊都有3厘收嘅。嗱，補充一句啊，抵扣出租物業稅呢部分咧就未計嘅，咁咧但係咧其實咧深圳樓咧出租其實咧同樣都有嘅，承建稅教育附加同埋個稅等等嘅。出租嘅回報價值咧，我都已經咧係用香港北區同西北嚟到對比深圳嘅 CBD 核心區嘅商品房嚟講噶啦，我都仲未拎香港市區同埋港島嗰啲舊樓嚟對比。根本深圳嘅正規商品房啦，供求嘅價值上同香港樓係完全冇可比性嘅。深圳嘅正規商品房啦，如果只係講咧居住需求啦，就永遠都係受限制嘅。受咩影響咧？受咩限制咧？就係海量嘅小產權去影響佢嘅。嗱，非正規類嘅房產咧，就影響佢個供求價值嘅。嗱，香港人唔熟啊，或者係冇概念嘅福田房產類型咧，就多的是嘅。嗱，我喺之前嘅影片咧個講解過噶啦，有興趣咧，我可以再出片咧詳細分享咧呢啲咁嘅非正規類嘅房產類型啊。嗱，呢啲咧非正規類嘅深圳小產權啦。全部都係白菜價嚟噶，但係講居住，深圳咧全市咧成2000萬嘅常住人口啦，呢啲樓咧係容納咗咧全市70%人以上嘅人嘅，即係70%嘅人係居住喺呢啲咁嘅樓裏邊嘅。嗱，福田嚟啊，淨係福田嚟計啊，全區咧50%咧全部都係咧租借性質咧宅基地嘅農民房啦，即係城中村啦。嗱，有20% 就係集資自建大紅本，即係全棟得1個紅本嗰啲吓。咁就有15% 就係商改或者係公改嗰啲公寓啊。咁啊得翻15% 咧係商品房純住宅嚟嘅啫。咁啊以呢個既有嘅供應量啦，有咁多低成本居住嘅單位，咁啊租又平，買又平。再唔係。深圳咧就2環3環咁樣可以退到關外，由關內退到關外。關外咧又可以咧就退到去林森啊、啲東莞、惠州啊呢啲。咁所以咧深圳你睇得出佢嘅商品房咧係可以有幾緊火，係可以有幾供不應求啊！根本就個個都唔係話真係咁緊張嘅個居住，要搵個居住嘅地方係根本就唔難嘅。深圳啦，只有咧豪宅啦，咁啊，例如福田嚟講啦，咁啊，亦都就香蜜湖啊、安托山呢啲地段咧係有價有市嘅啫。但係咧係豪宅啊，而唔係普通嘅剛需市場嚟嘅呢啲。而香港啊，哪怕咧係村屋啊，都係正規交易嚟嘅。即係香港咧18區之中咧係冇一個區域咧好似深圳咁嘅，冇一個區域咧係好似會有過半數嘅房屋租售咧喺度擦邊球交易嘅。咁有啲上咗頭嘅人咧，嗰啲香港人咧就講啦，
喂，屌，我用同一筆資金，又或者係多少少，喂，我可以買到深圳，喺深圳啊買到大過香港1倍嘅單位自用喎，住又爽，玩又爽，退休勝地咁話吓。咁其實我想講啦，深圳呢啲商品房啦，買賣嘅針對市場咧，其實係大陸人要落戶學區同埋積分嘅啫。租售不同權，所以咧有時先至係非買不可嘅啫吓。但係如果一個香港人，你只係上去，你只係覺得上去深圳咧係夠近嘅，來往香港夠方便，又唔係日日通勤啊，你又唔撚係要落戶，要學區。真係咧閒時自用嚟爽嘅，咁林森東莞、林森惠州呢啲嗰啲商品房啊，平10幾倍添啦，總價幾十萬可以買到成100平方米嘅，咁一個和諧號，一個廈深高鐵都可以直到嘅，咁你地鐵咧坐到尾站咧再駁腳去，一樣都係方便快捷嘅咋。配套其實咧國內嘅城區咧都係差唔多噶啦。同一個款一式一樣嘅。你真係認為咧係配套係有不足嘅，咁去深圳市內呢啲地方，去深圳市內去關內核心區域都方便啦。平時消費購物咪去翻深圳嘅市內去翻嗰啲核心區域內咯，係咪先？有幾難呢？至於你話你係深圳控嘅，必須咧間樓咧住間樓咧要深圳嘅行政界以內嘅。咁你關內外，如果咧要不論房產類型啦，咁其實大把白菜價嘅樓可以俾你咧買完之後放心用啦，唔用仲可以出租添。呢啲樓咧，因為咧風險咧同埋價格咧係成正比嘅，總價低，所以咧地段好嘅。佢嘅出租回報率咧就一定係比商品房更加高嘅。深圳關外呢啲單套買細戶20-30萬或者係10嘅單間嗰啲10幾20萬都有嘅咁中戶咧就30、40、50萬大戶都唔過100萬嘅甚至咧大全棟全棟都係你買完一大棟有400-500平方米嘅。總面積有400-500平方米嘅，咁都係賣緊3-4球左右嘅啫。咩拆開嚟租一樣可以每個月收租萬幾蚊嘅。其實我講咁多咧，都係語重心長想表達啦。大陸樓啦，就包括深圳啦。如果要買嘅話咧，我就真係睇唔到有乜嘢必要咧，係要花大錢要花一個比香港屋苑更貴、更高嘅價格去入手咯。因為完全唔撚值噶，過關玩樂新鮮感上頭嘅香港人啦，咁我就費事勸啦。但係我同我自己圈子嘅港人香港人有錢嘅話，選擇買1000萬嘅香港樓，都唔會選擇買600萬嘅深圳樓咯。根本價值係兩回事嚟嘅。至於幾十萬總價嘅樓啦，又唔同講法啦因為咧個價值定位唔一樣啦，咁市場又唔一樣啦真係有需要，深圳咧特別係關內住嘅港人啦，點解唔租而要買商品房呢？又唔需要落戶，又唔需要學區，又唔需要積分，甚至我更加覺得咧，香港人真係要講自用咧，其實就一間就夠噶啦。真係話要買幾間，都話係用嚟咧要自用嘅，根本就係自己呃緊自己，根本內心就係睇升睇投資，而唔係真係想自用嘅。純講自用如果講香港咧買唔起上千萬過千萬嗰啲港島新型屋苑咁都有500-600萬嘅普通市區咁更加有嗰啲300-400萬嘅市區舊樓或者係啲北區屋苑再唔得咪遠少少買村屋，可能可以住大少少添咁仲有綠表白居二咁免補地價公營房屋市場。呢啲咧就係香港居住方面嘅考慮選擇啦。真係長期自住生活地喺香港嘅，使諗買大陸樓使諗去買深圳嘅商品房。又退一萬步嚟講啦，若果諗投資講回報為主嘅，依家咧買住宅又排第幾先？N 咁多樣，
產品咧個投資回報都好撚過啲樓嘅，唔撚講股票基金嗰啲立立雜雜啦，同一筆錢香港買幾個車位收租，唔撚好得過深圳你買件嘢去收租。我就實在咧睇唔到咧，普遍港人咧有任何嘅誘因咧係會花比香港更高嘅預算同資金咧去深圳買樓啦。純考慮居住嘅就唔會花大幾百萬去深圳買，而去放棄香港。考慮投資嘅亦都唔會花大幾百萬咧去深圳咧去買樓咧搏升咧，或者係貪個回報嘅。我覺得咧收起咧上頭嘅新鮮感啦，咁咪停止 FF 啦，停止幻想啦，向現實嘅角度去睇啦。大陸咧只適合咧拎住外邊嘅錢咧入去玩樂、去度假、去旅遊。咁呢樣咧就係最正確嘅認知嚟噶啦。好啦，今日咧講住咁多先，我哋下次再見，拜拜。